能肯结善缘，就是善知识；能够发大心，就是大人物；能弃恶向善，就是大丈夫；能念弥陀名，就是大善根。广兴净书。能肯结善缘，就是善知识。结善缘有很多种形式，我们关心他人，赞叹他人，在别人需要的时候，我们伸出援手，帮助他，这些都是结善缘。有钱就做有钱能做的事，如果没钱，就用佛法与人结善缘。如果不懂如何传达佛法，就用自己所拥有的能力与力量来付出，甚至于我们用话语给人欢喜，给人信心，给人希望，这些都是与人结善缘。你若是肯与人结善缘，那你就是一位善知识。善知识就是你对人有帮助，能带给人正向的引导，这样的人，大家都愿意认你为良朋益友，甚至是良师。就像释迦牟尼佛，他在这个世间是我们凡夫众生最大的善知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为我们宣达佛法的道理，为我们指导修行的方法，让我们知道世间的真相，了解原来世间有三世因果及六道轮回。最重要的是，他为我们介绍念佛了脱生死的大法，带给众生无上的利益，所以是我们的大善知识。能够发大心，就是大人物。什么叫做发大心呢？就是自身毫无保留，有多少能力付出多少事，帮助别人，关怀别人，做出对众生有利益的事，这就是发大心。不是拿出很多钱，或是展现自己所拥有的名利地位，不是的。所谓发大心，是依照自己的能力，尽心尽力，诚恳实在的付出，不求展现，不求回报的去利益广大群众，这才是发大心。最大的发心就是传扬佛法，用佛法讲经度众，救众生的慧命，将你从佛陀身上学习到的真理，毫不吝啬，毫无保留地传达给身边有缘的人知道。这种发心是难能可贵的，是最大的发心。你若能够发大心，那你就是大人物。社会需要这样的人，让人心向善，社会才能和谐，国家才会进步。大慈菩萨曾说，劝一人念佛比自己念佛功德大，劝100人1000人念佛就是真菩萨，劝万人念佛就是阿弥陀佛的化身。若你所做的事与佛菩萨同样，你就是一位大人物呀。能弃恶向善，就是大丈夫。一个过去坏事做尽，十恶不赦的坏人，这样的对象可以说是被社会大众视为毒虫，
但是如果他有一天能回心转意，浪子回头，改邪归正，弃恶向善，为社会带来正面影响，让大众都愿意向他学习，这样的人，我们说他是大丈夫。佛陀跟我们说有2种大丈夫，一种是严于律己，精进不懈，从来不犯过错者，我们称这种人为大丈夫。第2种是知错能改，诚实坦白自己的错误，并从此洗心革面，一心向善。佛陀说，这种人也是大丈夫。承认自己的错误需要很大的勇气，改正自己的错误更是需要极大的决心。所以一个能弃恶向善的人就是大丈夫，是值得我们称赞与学习的对象。能念弥陀名就是大善根。南无阿弥陀佛这句名号，是佛用兆载万劫的时间所成就圆满的功德。释迦佛陀介绍84000法门，都是要靠自力修行的圣道法门，唯有念佛一法，是全凭仰仗阿弥陀佛，靠他力修持的特别法门。当我们称念这句南无阿弥陀佛的时候，阿弥陀佛透过他的名号，将他所修持来的圆满功德无条件地布施给我们。我们靠着称念这句名号，顺从佛的誓愿，就能够了脱生死，从轮回苦海当中解脱，往生阿弥陀佛的国土西方极乐世界，去那里安心修行，成就佛道。现在这个时代的社会环境复杂，世道险恶，人心不古，众生习气深重，我们想要完全靠自己的力量修行成就，根本做不到。我们凡夫众生并没有那种能力与条件，但是阿弥陀佛发愿要救度念佛的众生。如果我们今天能够念佛，依靠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绝对会救度我们，永远不放弃。名号是阿弥陀佛的全部心血，是他的功德结晶。我们念佛就是与佛心心相应。唐朝高僧善导大师称赞念佛的人是人中好人，人中妙好人，人中上上人，人中稀有人，人中最圣人。所以一个能念佛的人，他就是大善根的人。南无阿弥陀佛。